乡亲有看过早期的电土灯无？台北迪化街207博物馆最近举办台湾灯展，展览着台湾早年的灯具，为传统的油灯到民国60年代的霓虹灯拢有。有不少的阿公阿嬷来参观，拢回想着较早的生活。 这是阿公阿嬷细汉的时利用的电土灯，就是早期电力无遐普遍的年代，家家户户一定会有的。要民国60年代流行的照明灯，需要有非常经验老道的师傅，那透过玻璃管，然后将这一个灯的这个字的形状来把它折绕出来，那才有办法做成一个漂亮的霓虹灯。 做霓虹灯、照明灯真高工，随着时代进步，渐渐和成本较低 LED 的灯代替啊。 我们希望说，可以让进来的民众了解灯在家庭的这个重要性。那同时呢，也可以将我们台湾早期的灯光使用的这个文化跟历史，让我们的社会大众了解。迪化街207博物馆的台湾灯展，为清代多回省油灯、日治时代雅士灯、50年代电土灯拢有。展览会一直到6月28，有兴趣乡亲会使利用时间去参观一下。